后来即摆当是食尾牙的时阵，嘛是一年内底啉酒开车的高峰期。警政署的统计，每一年的12月底到过当年的1月，掠到啉酒开车的件数比平时加出2成，啊，这个条数率嘛加真悬。啊，唔通想讲啉酒困一暝就无代志。医生讲，若是所啉的是酒精浓度较悬的高酒，至少就要休困2-4点钟。也若无酒精也是残留伫体内，过当工开车、骑车就路，照常是超过标准，嘛是啉酒开车。一件一件的车祸，拢是啉酒开车去弄着透早外出运动的民众。根据警政署的统计，每当12月底到过当1月是岁末尾牙，此地件数对每个月平均大约8000件，增加到1万多件，明显加出2成左右。啉酒开车的条数率嘛因此提高。就是这款心态，啉酒开车上路，所发生无度预期的意外。那呢，啉酒了后小避一下。千万唔通以为讲安尼对酒醒啊！有单位科医师表示，啉一罐330cc 的蜜露，退酒差不多要2点钟。若是啉4罐蜜露咧，至少要困8点钟。这酒精的浓度比较悬的，像红酒、威士忌、高粱，上好就要休息24小时。若无酒精也是会残留伫体内，也就是讲也过咧醉。这款的状况，若是去开车或者是开车上路，真有可能酒测带也是超标，嘛算是啉酒开车爱避开发。另外，伫这个尾牙的高峰期，透早天色也阁暗暗，外出的民众尽量爱穿较光色的衫，脚踏车嘛得爱装反光灯，保护自身的安全。